馬林中間穩位係包裝旋風啊！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奔放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中間拍住嚟鬥有發財先鋒啊，袁蘭追噶嘛，仲有艾利奧響外邊上係春風萬里啊！大外檔仲有隻君子傳承啊，中檔位置係天象龍區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春風萬里拋離咗個零身位啊！咁外邊追上嚟有君子傳承啊，第3位就天象龍區呢馬接近終點，春風萬里贏啊！跑第2名君子傳承，第3名天象龍區，第4名響外邊追上嚟係99為尊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春風萬里咁啊都係流放相當恰當啊！黃志宏咁啊都係再贏頭馬啦，咁啊贏起上嚟非常有信心啊！外邊追上嚟君子傳承第2，沿路外搭都跑第3，天象龍區攞咗出去外邊追，99為尊跑翻去第4。好啦，臨尾落飛落得好勁啊！呢隻春風萬里啊，黃志宏起馬啦，第2名啊君子傳承，第3呢沿路4碟啊，天象龍區第4，99為尊。又打腳，又3搭望空，都有個披喎，真係犀利喎！天象龍區形勢最差其實係佢咯，係咯，都跑到。